嗱，頭先話九運啦，有啲嘢會 hit 啦，不如大概講下九運有啲乜嘢嘅行業係會特別好。咁其中有一樣就係我哋一陣間會講嘅電影啦。電影有啲乜嘢有九運元素？其實而家電影好唔好咧？因為九十火咧都關於火嘅嘢，但係我想話咧，其實咧每一個元運咧有一個嘅意象喺度嘅，七運嘅意象、八運嘅意象、九運嘅意象。咁原來咧好得意嘅，如果你個電影咧，即係喺九運嗰陣時咧有九運嘅意象咧，或者係特別多九運嘅意象嘅戲，或者嗰個九運嘅意象嗰個戲突然間會爆出嚟啊，爆到全世界好出名嘅本身。係。咁九運有咩意象啊？我講咗七運嘅意象，我俾個七運嘅意象咧，你估下咩戲好唔好啊？好啊，七運嘅意象係。好，七運係對卦，咁對卦嗰出係有少女嘅，對，我代表開心喜悅愛情故仔嚟嘅。因為喺七運咧嗰陣時咧，喺香港咧有好多夜總會啊，嗰陣時 Twins 都出嚟啊，有好多突然間爆咗好多少女啊咁樣，咁有好多情愛事件嘅。咁嗰出戲咧有情愛事件咧，同埋有裸露嘅嗰出戲。嚇！有情愛事件，有裸露，而又喺七運嘅時候爆得好緊要㗎。喺七運嗰陣時爆咗嘅，咁咧代表一嚿鐵嚟嘅，咁嗰個入邊咧有一嚿鐵喺度嘅，代表聲音啊音樂嘅，咁入邊有一段嘅聲音啊，啲人喺度播歌啊，拉音樂嘅本身。對咧一個金咧有斷裂嘅跡象嘅，裂開咗嘅，即係斷咗嘅跡象。唔識啊！嗱，我哋再講一啲，有少女啦，有金斷開嘅跡象啦。係啊，呢個就係七運有喜悅啦，有愛情古仔啦，跟住有裸露嘅意象啦，有音樂嘅意象啦，即係有人喺度彈琴啊，或者拉音樂嘅意象啊。咁喺出邊咧有晒對嘅意象喺度嘅。嗰出戲就爆得好緊要嘅後尾。七運唔係香港片啊？係我知七運即係而家嘅40年前喎，係咪？即係80年代，80年代就係七運啦，80、80、90， 30年前、40年前啦。係少女同少女有關嘅個元素就係少女裸露音樂同埋有金斷裂，咁係咩啊？大家覺得咧？七運裏邊爆咗嘅嚇？愛情片嚟嘅。Titanic。冇錯。哦，好聰明啊你，好聰明啊！哦，係喎，Titanic 係喎，有歌有音樂，入邊有歌有音樂啦，有少女啦，有裸露啦，對金屬啦，跟住斷裂啦，隻艇斷裂咗啦，係好聰明啊你，跟住咪好出名啊！呢出係咪全球都好緊要咯？係啊，係啊，即係佢因為我哋要睇翻就係話，如果你嗰出係有齊呢啲咁嘅元素，係代表即係可以夾到嗰個時運咯。如果你推咗出嚟嘅話，當然你要拍得好啦。如果你拍得好廢咁啊，死得啦，係咪先啦？咁就會爆到七彩咯，咁樣咯。喂，嗰個爆到七彩咧，仲係即係一路有個影響力，成為咗經典啊！即係突然間，其實你一套戲要即係全球成功都好難嘅，一定係喂你全球嘅人，即係個共通語言去，大家都要明同埋有共，即係都有興趣同埋有同理心先會中到噶嘛。咁所以你話你要有一個題材，喂，全世界都啱嘅，要爆嘅，你都真係未必諗到嘅。咁而家嗱呢個七運就有 Titanic 呢套戲啦。咁九運咧，九運有啲咩元素咧？九運係火咯，中女咯，跟住大爆炸咯，大爆炸戰爭啦，虛擬啊，假嘅嘢咯。火係好紅色，好彩虹咯，好多顏色嘅咯，跟住帶有溫暖咯、溫情嘅嘢咯，帶有心靈嘅安撫嘅嘢咯。其實呢啲咧，師傅講呢啲元素咧，唔係淨係話一套電影做，而係呢啲所有嘢都會係成個九運裏邊行運嘅嘢嚟嘅。係啊。咁如果有一套電影有齊呢啲嘢咧，就即係有機會你見到佢爆咧，即係非常之賣座啊，好紅咧，就不出奇啦，因為佢全中啊嘛。佢嗰出有呢啲咁嘅運氣啊嘛。喂，第一焚城香港都犀利啦，係咪先啦？焚城。係嘛？大爆炸喎，核彈啊，核試爆喎，大佬嚇焚城。
咁但係而家你未夠哪吒犀利啦，係咪先啦？係。啊，即係喂，有咁哪兩個風，吒係咪中晒呢啲啊？我未中好多啊，紅色、未睇啊。風火輪、大爆炸、打仗啊，佢哋同天庭打仗戰爭，爭在未中女啫嘛。同埋都虛擬啦，都係即係個係啊，跟住心都係靈嘅撫摸啊嘛，好有温嗯情啊嘛。嗯嗯。係啊，你會唔會睇下哪吒？我未必，我要睇下台灣有冇得上先。我嗰日咧就喺電視咧，咁啊打哪吒三個字咧，咁買我電腦啦，打哪吒咁啊，咦有得哪吒睇喎，咦餃子喎，哇但係哪好開心啊！咁吒點解係3個字咧？哪吒2咁啊？你打哪吒我打哪吒係啊，打哪吒，哪吒3個字，見到係餃子咧，咁啊即係佢嗰戲啦咁樣，跟住好開心嗯啦，跟住我就問朋友，哇有冇搞錯？點解啲盜版啊？哇即刻而家咧喺我個電腦咧有得睇啊哪吒，跟住之後。咩嚟㗎？哪吒一嚟㗎，19年之前㗎，都好睇喎。即係原來嗯係2019年嗰個哪吒一，咁啊應該哪吒二都幾好睇。我覺得哪吒一已經幾好睇喎，咁樣。嗯，70年代好多風月片，咁啊未來90年而家啦九運啦，咁即係由2024年開始啊嘛，咁我哋呢個九運嘅未來20年電影好唔好咧？即係整體。都可以㗎，嚟緊你會因為火係要代表安撫心靈嘅嘢，嗯係關於心靈嘅嘢。你睇下電影啊，都係全部安撫心靈嘅。但係因為佢唔係聲音咯，佢唔係嗯聲音咯。喺嗯，對掛嗰陣時就唱片就好好㗎嘛。即係係好多歌手啊、唱片啊都賣到好好噶嘛，因為40年前嗰陣時仲係唱片聲音嘅嘢，而家就唔係嗯聲音啦，係火用眼嘅 vision 嘅嘢咯。即係將來嗰哦啲你嗰啲咩嘅眼鏡入邊睇到啊嗰啲咧，全部係都係有噶啦。即係係 私家你戴副眼鏡就已經你私人影院。VR 嘅嘢係。所有個人每一個人都係咁樣做噶啦。係啊，嗰陣時呢個七運嘅印象啦，係啊 Celine Dion 首歌啦，七運係有朋友講1984至到2004咯，咁 Titanic 就係1998年嘅作品嚟嘅，咁係啊，冇啦，錯。好明顯啊，嗬。咁啊，九運嘅話，咁即係哪吒應該都係會繼續係好勁嘅，而家都好勁啦，係咪啊？喺內地嗰個票房，我唔知喎，123億喎，我覺嗯得應該係全球第一位㗎啦。嗯嗯。即係中國咁多人，全球第一位咯。係啊，係啊，已經爆咗啦。係啊，係啊，已經爆咗啦。即係歌手會唔會 OK？冇七運，冇七運歌手唔嗰時咁勁。OK。歌係，手因為歌手唔係聲音，佢變咗嗯，反而係演唱會咯，或者歌手哦，轉型拍戲啊、舞台嘅嘢咯。總之要俾人見到佢嘅表演嘅，即係唔係淨係聽到。係太陽底下咯，本身嗯嗯，火咯。而家啲歌手而家唔係喺紅館開噶嘛，係喺露天表演噶嘛。係，其實應該而家做多啲露天嘅表演，要做露天嘅表嗯演咯。嗯，佢而家啟德嗰個幕係咪可以開㗎？可以露天㗎？係啊係啊，佢一個當咁樣個頂可以咁樣開嘅。係啊，喂，咁啊，呢個咪九運咯，有個太陽嗯，射住，跟住開個露天表哦，演，咁咪得咯。嗯，係啊，九運要有燈火係咪啊？又有燈又有火咯。係，因為嚟係太陽多嘅，主太陽居嗯多，因為大嗯。火嚟。咁啊，成個九運裏邊呢一啲嘅行業都要旺啦。咁頭先有位朋友咧，佢都問，佢話嗱，佢都覺得咧70年代嘅香港啊，即係七運係咪唔係70年代嗯，七運嘅時候嘅香港啊，咁就係好旺咁樣嘅喎。咁嚟緊九運啦，嚟緊呢20年啦，咁係咪會有啲揾食會比較艱難喎？七運嗰陣時旺咧，我哋都要睇嗰個風水，即係香港收唔收到個水啊嘛。嗯我七運嗰陣時咧，我哋話七運係對卦啦，係西面見山，東面見水嘅地方咧，就係主旺財啊嘛。咁七嗯運嗰陣時，西面見山，東面見水，我哋香港好多地方都係東面見到水啊嘛。嗯，咁東面見到水嘅地方就係喺慢慢褪過去，就係太古城香係東啦係啦係區嗰啲。啦香港島就係東面就全部東面見水咯。
嗯大埔城啊、柴灣啊，咁樣慢慢褪過去啊。九龍嗯就係將軍澳啊嗰邊慢慢褪過去咯。佢嗯由尖沙咀香港嘅位置係中環嘅中軸線，咁東滅見水就向嗰、個運氣向東移咯，慢慢咁啊東，嗯，咁啊啱啊啱啊！向住咯。所以嗰陣時成個香港都係向嗰邊發展。係啦，嗰邊發展啦，向東移咯，就因為我哋收到水，先係經濟會好啊嘛。佢嗯收唔到水，個經濟就會差噶啦。嗯，咁去到白雲咧，就係係東北山，東北見山，西南見水啊嘛。係香港島好多地方都係西南見水噶嘛，即係西係環啊對出，咁青馬大橋啊嗰邊咧，全部都係西南見水啊嘛，咁樣入嚟噶嘛。咁你係見翻係嗰陣時又有機場啊，有好多嘅工程啊，好多樓嗰邊起啊嘛，因為地運慢慢又係咁樣一年一年吞到過去啊嘛，嗯所以白雲嗰度啲樓咪蓬勃啲啊，起得多啲係，啊咁樣咯。所以係咯，好多西營盤啊，寶翠園、貝嗰邊沙灣啊，貝沙灣係啦係啦，貝沙係啊，灣全部嗰類嗰都係。邊啊，跟住嗯之後西九龍啊，西九龍嗰係邊就開始慢慢發展過去咯。嗰陣時係爆運咯，因為我哋最重要見到水，見到水就代表見到錢，見到經濟又起色咯。嗯，啊，九運咧，九運就係北面見水啦，係咪啊？九運就要南方見山，北面見到水咯。我哋不嬲都話，我哋係而家你調翻轉係北面係山，南方係見到水啊嘛。我哋成個北面都係個大山嚟噶嘛。嗯。啊，咁但係咁我哋話港島嗰啲就算，港島中環啊、灣仔啊、係啦，嗰啲仲就叫做北面見水啦，即係望住九仲龍，係啦，係啦，仲可以北面見水，但係佢本身最大嘅水冇咗啊嘛，係即係係，最大嘅來水來源冇咗啊嘛。嗯咁即係話去到九運就成個香港經濟咪差咯。嗯啊，嗯咁呢個對比好重要㗎。一對比呢個差嘅話，以前啲水嚟得咁快、咁大，跟住而家條水咁窄，哇！嗯，即係如同埋前邊少果你覺得少咁，跟住就好大個山咯，係啊，係啊，咁好大片落你覺得地原來風水有道理嘅話，你信呢度道理，你就知道我嗯哋點解晨早都去預測，就係話原來九運香港個運氣開始慢慢沒落咯，本身嗯係啊，嗯所以知道即係我哋做即係識玄學嗰個，我哋有陣時睇呢啲咁嘅大勢，其實我哋會相信嘅，我哋會相信嘅。即係嗯我哋係咪100% 準咧？又唔係嘅，我覺得冇嘢100% 準㗎。即係但係你嗯有30幾 percent 準嘅話已經好好㗎啦。啊，點解佢咁樣睇到咁樣？因為佢有本身嘅數據喺度㗎嘛，本身。即係嗯好似你去睇醫生，你估每一個病都醫到嘅咩？你醫到七成嘅病，你都叻到不得了啦，就係咁簡單。